各位兄弟平安。这是咱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，这是请咱安静心。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的中间，讲起伊的荣光；伫万百姓的中间，讲起伊奇妙的所在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讹恼；伊伫众神明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这是请咱三合起立来读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尼西亚圣经，愿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一切有看去无看去万物的主。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伊伫一切大生以前对父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。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。甲爸同时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。伊为着咱人，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圣神照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成做人。伫本丢比拉多前来，为咱顶十字架，受难埋葬。照圣经所记载，第三日搁活。上天，现在坐伫爸正边，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伊的国无穷无尽。愿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，对爸甲囝出，甲爸囝同受敬拜，同受荣光。伊捌托先知讲话。愿信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。愿告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。愿期望死人搁活，来世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歹势，咱这是要来点到咱大讲节的第三集的垃圾。请咱大家起立，因为这是一个真神圣的、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用预备的心来看看点上第三根的蜡烛，是宣告喜乐。好，请坐。来。
这是请咱三个按头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阿爸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竞选阮甲你的救恩有份。阮以后早起时甲正圣道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一同组织来敬拜。阮要讲，只有你配得最大的尊重，因为除了基督耶稣以外，伫天下无有想事别个名，互阮通倚靠来得到救。阮求你赦免阮伫生活有意无意的所犯的罪。愿将阮的重担、阮过袂去的软弱摆咧主你的面前，求主掌权、帮赞、安慰，也除去阮的骄傲、阮的欲望，互圣神伫阮的内面做工，互阮一切事拢会当体会上帝的业力甲引带。主啊，阮伫大港的节期，特别要求主来祝福阮的所备办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活动，求主祝福互教会高举耶稣基督有主的荣耀，来转变即个社区的属灵的空气，去引人回转来认捌你，也求你赐福阮服侍的同工，加添因的气力，伫服侍中经历主你的疼、平安甲喜乐。阮将阮家族内，抑阁有还未得救的亲人，交托仰望主你的安排。愿全家归主服侍的福气临到每一个家庭。阮为着侪阮身体病痛、行动不便、甲世事迟伴的兄弟来祈祷，求主的医治甲安慰，加倍加添互因，也为着伫网络线上甲阮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，愿因领受你的话语，经历你疼甲满有气力的同在。即是阮要搁一届感谢你，祝福蔡长老，借着伊来签名你的话语。阮的敬拜，无论是实体还是线上，恳求主圣神伫阮的心做工，通借着你的话激励阮，更新阮的生命，重新得到气力。这是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要请放纵团契迄个来带咱敬拜。咱伊个即个歌是圣诗第55首，就听天使对人讲。咱伫第二摆时阵要请兄弟做伙来吟吼，来吟第一节。
感谢帮中团契带咱这真好美好的敬拜。下面圣经，咱今仔日圣经节记载伫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4节，这是我来读。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，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，互我传福音予丧乡的人，找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受掠的得到透放，上关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，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伫惜哀悲哀的人，用花帽想思伊，来替恢复；欢喜的油来替悲哀，俄落的衫来替忧愁的心，互因称作公义的树，就是耶和华所栽的，来显明家己的荣光。因要去做古早爬远的所在，建立早前冷静的位处。也要修理爬远的城，就是代代冷静的位处。这是要请蔡长老要为咱正道，伊的题目是宣告甲喜乐。谢谢弟兄姐妹平安，请你跟隔壁的人讲平安，上帝爱你。嘿，今日是非常欢喜的日子，今日是宣告甲喜乐的日子，吼。咱今日有足侪人，我看到他都我特别一个徛伫遮，咧讲放纵的时候足认真的。谢梅雄长老，我本来想其他遐认真的，原来就是食猪肉娘伫遐啦。咧做看食猪肉认真讲无啦，所以讲伊特别认真讲，咱甲拍一个扑克咧吼，全部大家拢足好的啦，大家拢足好哦。咱今日就看到，就欢迎看到朱老师的神师吴先生来跟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好高兴哈。我们也看到泽波的哥哥从台南来，我是从台南来的哈，从台南来，听说台南现在的土地炒得很厉害，所以我都买不到房子哈，也谢谢他哈，请站起来哦，我们鼓个掌。好，我们非常高兴，今天新营有将他的先生就是我尼尔森跟他的儿子，你儿子在在楼上啊，尼尔森过来，他听说他听不懂台语。听不懂那个华语多语，所以只能够靠翻译，而我们也不能讲英语。第一，我英语也不行；第二，他们也听不懂，所以只能靠训练大声一点都没关系，就跟他做翻译。非常高兴你来，好不好？所以站起来，让我们鼓鼓掌，站起来，stand up，you welcome you，so，好，那今天要宣告给大家的分享，要跟各位分享宣告跟喜乐。这是第3个主日，我们期待主的降临。我们有宣告跟喜乐来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点上的第3根的蜡烛，这第3根的蜡烛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要宣告，要喜乐。这个喜乐，我们每天都很喜乐，但这个喜乐是在主里面的喜乐，是靠主里面的喜乐。所以在以赛亚书这张书是什么？但主耶稣基督在伯利恒传道的时阵，他出来传道，在伯利恒，在那个加利利，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，很多人相信而受洗，足轰动的啦！伊出来传道足轰动的，我感觉我足缓慢的吼，我人安尼一个月出来的足轰动的啊，安尼足缓慢的，所以他又回到拿撒勒，安息日，伊就去会堂，他在会堂，在那边。人家就拿一本书给他，他就翻开以赛亚书第61章，就念这个经节。他说：“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我，叫我传好消息给什么？给那些谦卑的人。其实原文是说给贫穷的人，给所谓的谦卑是包括心里的谦卑，包括心里的贫穷，给这些人，然后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，包括被掳的。”被捉去关的，被受到不公平待遇的，受到这些冤狱的，他们能够得到释放。为什么？要安慰一切的人。但是有讲一句话，因为上帝报仇的日子到了。可是主耶稣在讲的时候，他在会堂讲的这地会堂讲的时阵，
伊无讲到这段话。伊所有讲的话，其实翻译的问题无共款。伊有讲到这个话，总是伊无讲上帝报仇的日，因为上帝报仇的日，伊敢若讲到报告上帝纳税人的禧年，报告上帝纳税人的新年。但是如果照以赛亚书61章所讲的，还有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为什么？上帝来，主耶稣来第一次降生，第一拜降临的时阵，他不是为了要报仇。他来的是为了要救赎，他来的是一种牺牲。我们圣诞节的时候，在庆祝主耶稣的降临，来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，总是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上帝心里是淌血，心内是艰苦，是安怎？因为将伊的独生子，他将他的独生子要牺牲在十字架上，为了什么？洗清我们的罪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喜乐是耶稣来我们喜乐，但这个喜乐是有代价的喜乐，是牺牲的喜乐，是付出的喜乐，是互咱真正有代价的喜乐。这个喜乐是每一个人的心中伊的喜乐，伊的喜乐是有一种代价的喜乐。所以我讲，老人听见我的话无遵守的人，伊就要审判。迄是当时主耶稣基督若过来的时阵，这段期间。伊找见圣神来，让每一个人心内，伫主耶稣基督得到主耶稣基督干纳。咱来做咱家己好的工课。咱哪个看报纸哈？报主讲好人，不见得是好人呢；报主讲坏人，不见得是坏人。现在的媒体哈是极端的，但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上帝的面前好坏非常清楚。哦，咱拢要交账啊！咱伫面前，伫上帝面前，好歹拢非常的清楚啊。所以上帝第一摆过来的时阵吼，伊安怎？伊开始要审判人甲死人啊，他要做审判啊。所以圣诞节跟审判不能分开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要审判。最近春节特别搞啊，哦，咱足侪人的台商也好啦，伫外国的人，很多人就要回来台湾过节啊。见到了迎新节吼，对英国得来，爱关3礼拜，关3礼拜出来，关了3个礼拜出2个礼拜，然后1个礼拜自主管理之后，听说他只有停留3天，还要回英国，所以他关3个礼拜要停3天，其实3天咱来吃饭吃一个，为什么？喜欢呢？因为他很想台湾，很想他的爸爸妈妈，很想他的家人。心灵也很想你啊！心灵在那边，我们看到大概在上面想啊，我们被想，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神呢，你有没有想他？我们弯到一家高山啊，一家小高山啊，只要我在祷告，他会一定在我旁边一起祷告。啊，然后拢等足久，拢讲啊，讲到未祈祷了，爱得个祈祷一遍啊咧。上帝每天等我们跟他祷告诶，上帝跟我们在沟通诶。他等你跟他祷告，你不是你每次回去就关在你的房间，爸爸妈妈问你啊，今日安怎？你都无要插伊关到房间，那爸爸妈妈就在那边看，到今天发生什么事情？上帝也一样上帝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希望你跟他讲你有没有跟他祷告？你有没有跟他做这些事情？那上帝报仇的日子到的时候，你怎么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讲？我做得很好，这些我都做了，在上帝的面前你要交账。因为上帝报仇的日子到了，上帝将这个好消息传播给谁呢？寄俾谁呀？主耶稣来不是说跟这些达官显要交际啊，我多应酬啊，你那要做王啊，也多当了多大的君王。主耶稣来最主要做什么？为了跟卑微的人、跟贫穷的人在一起，他要传这个好消息给谁？给寄俾谁？马太福音25章讲什么？我要恁话，叫我推单恁话，我他妈提恁话钱，我讲给恁来看我，赶快恁来看我。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东西，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，我生病你们来看我，我在监狱你们来看我。你们讲说没有啊，我没做这些事情啊。上帝说什么？在这些卑微者的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就是做在上帝的身上。你今天所做的，为这些卑微者，为这些贫穷者，为这些善起来，为这些寄俾谁所做，就是伫主耶稣基督心中，就是上帝心中。
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耶，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呢，江长的火它不吹灭。上帝可能有苦难，有无？有啊，每一点都有苦难，每个人都有苦难。我不相信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帆风顺。你组一个足球队没有苦难吗？我不相信。你做一个建筑没有苦难吗？我不相信。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苦难吗？我不相信。一联现在得到很大的好评，因为他做的这些德人企业，在帮助这一些那个第二度就业的这些妇女。但是轻松吗？容易吗？都没有阻碍吗？不可能。在这些阻碍之中，上帝会跟你同在，会克服，因为他会让你得到他应该做的。他叫我传好消息给什么？给谦卑的人呐、给贫穷的人呐、咱传好消息吼，咱现在这个传递的好消息，不是要传递的好些好业人，或者企业家、有企业家、有很有钱的人。说真的，这些他们到大教会礼拜就好。我们这种小教会哦，希望传给什么？很卑微的人。你在我们教会里面，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是最有钱，你不要觉得你地位很高，在神的面前，每个人都一样。你不要以为你身体有残缺，在神的面前，每个都美好，因为神照他的形象造人，每个都是好的。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非常美的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上帝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，上帝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吗？为了叫他们什么，在他们的信仰上，在他们的属灵上富足哎。愈善的人在上帝面前愈好耶，愈软弱的人，越软弱的人在上帝的面前越刚强哎。人家说一件事情，为母则强，各位有没有发觉到？当妈妈的人哦，突然变成以前在家里是千金大小姐，哇，念一电话就描述，做妈妈了啊，才爱一个婴啊，头前搁抱一个婴啊，带他照相做家事，无几步。为母则强啊，拄着代志，老母冲地雷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要让那些软弱的变刚强。我们每个人要知道，我们举目看这些门徒。你们是贫穷的人的福音呢，我们要传给贫穷的人呢，我们不是传给富足的人呢。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我们传给人，而且我们要医治这些伤心的人。你说伤心的人到医院去，有些心灵你能到医院去吗？我在座，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都会受到一些创伤。那每一个人心灵有可能都有一寡创伤。有一寡讲袂出的吐气，有一寡要做的时阵心里足艰苦，总是上帝会替你解决这些代志。你上帝医好你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那么他在本身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呐、我灵性要痛悔啊，咱心内家己反省家己啊。恩典不是平平。廉价的恩典，恩典是要付出代价，这些付出代价之中，你会得到快乐。你有法搞无？你在饲囡仔，你在养育小孩，足艰苦的呢，六岁六日啊，六几暝啊。当你六岁六日的时阵，这个囡仔在大汉的中间，你会感觉快乐未？足快乐的呀！咱拢看妈妈吼，人咧生囡仔吼，拢讲一句话，开始骂迄个爸爸，拢是你啦。你互我生囡仔，哦，够艰苦，够疼，一直爱一直去。我若怕死哦，这个囡仔若生出来，我不再生了。我生这个小孩，我就不再生了。这些话大概都一个礼拜，几礼拜了说，我们再生一个好了。最痛的时候就在那边叫我不生了，你这个我一直骂啦，先生，你让我生小孩，一直骂一直骂。那些医生都说，妇产科医生都说，骂不到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以后，弄个你给生一个，哎呦，看到好小子还可爱呢，我们再生一个好了。哎，阿金，你们可以再生一个好了，加油哎！我太有给你做未来。相对的，我们每一个人看到那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是多高兴哎！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降生，应该是非常高兴哎，他来带给我们救赎哎。他在我们世上这段时间，在考验着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好事情，因为他打破他所做的
用手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伤痕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膏抹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传道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到约旦河，让施洗约翰跟他受洗耶。施洗约翰是用水给咱行洗礼，但主要说基督受洗礼是安怎？用圣神加水来行洗礼，所以他受洗的时候有鸽子圣灵降临在他身上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说，他用膏膏我，上帝用膏膏在他的身上。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浇灌，那有上帝的油膏膏在我们身上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敲棒钟，你觉得说我也可以表演整套的，为什么我只敲一个音呢？顶多敲2个音吧。棒钟每个人敲一个音而已啊，2个音而已啊。可是为什么组合起来就是美丽的？组合起来就是一首曲子，一首美丽的曲子要靠什么？靠大家的组合啊，不是你个人的表现。个人有什么好表现？你也看咱那个，阮高伯阿强大公公嘞，佮紧走去咧弹琴，弹啊欢喜啊！你不是很高兴吗？你看他们敲的有没有高兴？很高兴。为什么？高兴出于内心的高兴。你觉得他们今天就直接上来敲吗？他们不要练习吗？他们练了多久？每个人敲一个音呢，练了多久？可是他们高兴，为什么？他们可以用一个主曲来跟各位分享，来荣耀上帝。这是多可喜的一件事情啊！这是多高兴的一件事情哎！你们每个都是上帝所重用的，这多美丽的一件事情！我们要释放撒旦的捆绑。撒旦呢？我们被掳的得到释放，我们被囚的出监狱。包括耶和华的恩年，耶和华的恩年是在以色列50年49天以后，第50年，所有的赋税、所有的租赁、所有的负债都免掉，所有的奴隶都免掉。以色列人很好玩他们的圣经里面记载，你哪里捡不水掉下去了你就不要捡，好要善下人会当捡。咱拢无啊，咱拢种你捡安尼清气淡淡。他没有掉下去的东西，就是要给一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。在犹太、在以色列，他们的信仰里面，因为信仰内底上重的是要善下人，你要照顾要善下人，因为主要说基督上帝所照顾善下人，第一项喜乐代替忧伤，你的喜乐代替忧伤。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啊！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苦枯干呐。咱的每一日欢喜啊，这个欢喜是安怎？出对内心的欢喜，加上帝给人的欢喜，要什么？靠主大大喜乐啊！你的欢喜啊，爱靠上帝来欢喜啊。那个喜乐油要代替悲伤啊，那个欢喜的油啊，代替悲伤；那个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啊。喜乐的油代替你的悲伤，赞美衣代替那忧伤的灵。因为喜乐油就是灌在你的内底，你的赞美衣就是穿在目口，你的内面、你的目口拢是欢喜的。那个喜欢是什么？有付出的。那么付出的欢喜，不是真正的欢喜的。所以喜乐油代替悲伤的时候，上帝欢喜啦。上帝主权不是伫啉食。你讲安尼，咱就莫爱餐，爱餐最重要的。爱餐的交易呢？古早就是对爱餐开始的，对爱餐中间咱交易，但是上重的是安怎？你爱餐的中间来分享，在分享上帝的爱，分享上帝的公义。我们在我们的小组，我们在爱餐的分享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要得到上帝的公义，分享你的爱。你这辈子能活多久？昨天晚上其实我没有睡觉，不太好意思睡得很短，因为我3点多就起床。起来以后一直想到我们的青年团契是不是应该怎么样让它再更进步。我觉得我们成人团契明年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转变，会有更大的进步。我们要让这个爱传播到我们的社区，我们有关怀的祭典，我们要让每个人来到教会里面都知道我们是同样是弟兄姐妹们，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同等齐观，同样重要。问题是你要不要亲近他呢？喜乐的来源有很多嘛，这我在今天会也特别讲过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图应该再来看一次。你当父母的喜乐来源是什么？弯道能架高山啊！
一只大只高山啊，跟一只小只高山啊。我一只小只高山在困哦，拢在祈祷。他就奇怪，他睡觉就是一定本来躺这个样子，一定会这样弯着，像贴在胎儿一样。所以我们家最虔诚的士官家一家2岁多的小只高山啊，他每次都在祷告，他在祷告睡觉。所以每次在祷告，阿公在祈祷，爱的祈祷啊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让我好好睡，不会吵到别人啊，然后不会讲了，让阿妈就跟他提醒啊，你讲什么啊？他就跟着讲，讲完以后看到阿公还在祈祷，阿公我还要祷告啊，就又祷告，所以他每次都要祷告三四次以后才要睡觉，因为阿公祷告会比较久，他就等阿公祷告以后他才要睡觉。你会觉得很快乐吗？10月23号，他们幼儿园说要举办一个活动，他们幼儿园没有多少人呢，因为他是一个日本学校，结果还要去租一个场所，因为他说每次办那个儿童哪里表演一个学生拢10几个家长啦，那大人毕业典礼可能家长都无去参加咧，那囡仔人那个幼儿园你要看那主日学哪里表演一大堆人都在去上了，阮秀秀乐队都无人要赶快去上了。你也看不起阮圣德对象，不是啦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可爱。小孩子，你看10月23号到现在，我们都把所有的事情都要挪开。10月23号晚上要去参加他的表演。属灵的儿子也一样啊。保罗先生来公告提摩太，保罗先生提到提摩太的时候，他就非常高兴，他的属灵的儿子，他会非常的高兴。第二个高兴是什么？付出的喜乐啊！我们有很多志工在付出，我们的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团体在付出，那是一个付出的高兴，我们真的是付出，那个付出无私的付出，不是付出我可以得到功成名就，我付出的话可以得到颁奖，付出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功劳？我在台东做院长的时候，我们马拉克风灾，我叫法院的那个标签都把它贴起来，进入嘉南村去救灾。1年半以后，他们才找到说是哪个单位寄的感谢状到基隆地方法院来给我。很多人问我说，那时候报纸一直在报道说那是哪一个单位一直在找，为什么你都不出声？我说我们不喜欢出名啊。很多人做了一件小事情都喜欢出名，就惊人不知网络一直宣传。我们是希望不要出名就好，卖出名的好。我特别呢，语坛我在发表 paper 的时候，都拜托那些记者不要把我的名字写出来。虽然他们当下都会给你下，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我的个性，已经弄下个足久呀。志工的招募啊，这个礼拜那个许荣义执事给我们传一个 line， 他在讲瑞典。瑞典天气很冷，瑞典现在应该是永夜嘛。他们好像有4个月是永夜，然后8个月是永昼。瑞典的天气很冷，我们教会刚好有现在人想在瑞典，新城可能又被赶到瑞典去了。看瑞典的地方啊，冬天很冷但很多人没有大衣穿，所以瑞典有很多商店。为什么？它有一个大衣，它有一个挂大衣的地方。你有多的大衣，你就把它挂在那边。你冷了，你就把它拿起来穿。然后你有多的，你就把它挂上去。他们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的福利就是这么的好，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帮助，人跟人中间真正互相看重家己，这上水的一件代志啊！今天跟我们尼尔森来，你有看到这个照片没有？Serious picture， 有 football，football 应该是英文是橄榄球嘛哈？我们这边的翻译不晓翻译成什么？它是 Vikings 的一个集团，做什么？他在丹麦，他本来是国手，可是他脚受伤了，他觉得台湾是个足球的沙漠，他说为了这些小孩子，他要组一个棒球队，组一个足球队。私人呢，旁边是政大，我经常笑他们，他们跟政大怎么比的？人家政大有国家资源，有专用的球场，有世界的精英来，他们只是一个世新足球队，世新的企业家也很少，他们怎么去跟人家比？可是这些小孩子，上次来我们教会，有没有看到他们福音的种子种在他们身上？因为心里跟我讲说，这些小孩子很喜欢到教会来，那我希望他们到文山去，因为很远嘛，能够到他们那边教会去就可以。只要到任何教会礼拜都是好的。不一定要到中间教会，但是你要去礼拜，
你要敬拜你的上帝。所以你看他们他讲一句话，其实这句话让我很感动。他说他们缺钱嘛，一定缺钱，大家想也知道那个私人小的大学怎么可能给他很多的经费？他说缺钱不是你们小孩的事情，是我们大人的事情，是我们大人的事情，你们就尽管去踢球，跟那小孩子很乖哈，送外卖啦，做一些杂事都是他们在做，这就让我们很高兴。所以那天有一天晚上，突然那个心里就传一个图片过来，哇，第3场的胜利，尤其那个2-1最上面赢政大。我一听到赢政大我就好高兴，我跟政大没有仇哈，可是我觉得你们资源那么多啊，而你们有的大的足球场，有的大的那个什么名将一大堆，你们应该是赢任何人啊，结果他们就连续赢了3场，这个会不会觉得高兴？我也替他们高兴。然后新人讲一句话，其实我心里很感动，谢谢你们的代祷。你们的代祷让他们很大的力量。他现在跟那边小孩子讲，是因为我们中心教育在帮他们祷告。够了，足了。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不是我们在这里的聚会，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最重要是我们的爱要传递出去。主耶稣基督降临带来的喜乐是什么？是爱的喜乐啊，是将我们传出去的喜乐，是付出的一个喜乐啊。所以我们要靠主大大的喜乐，我们要靠主得到我们的喜乐。你看我们我们的老约翰，在最老的时候，他在快被放到拔摩海岛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：我有看到我属灵儿女的真理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只有看到我们属灵儿女的增长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所以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代替忧伤的灵，赞美我们用外在的赞美来对我们内在的操练。我们不是赞美就哇，赞美大家都会啊，唱歌大家都会，这唱歌我们一定要出于我们的内心啊，那是有代价的。今天棒中是有代价付出的，他们要操练，他们要练习耶。没有一个人特别厉害，你厉害也没有用，只有你那音敲对，别人敲错你也没有用，曲子也组不起来。是每一个人要敲他的音，对的也没关系呀，有敲就好。感谢主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团体的行动。第三，教会一定要得到复兴。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要修建已久的欢场。我们回想我们的中间教会，我一直在回想我们中间教会，在民国72年。我们教会大概成立2年，我就到这个教会来了。那时候这个教会陈长老在主持这个教会，他非常热心，现在已经不在了。他看到我就很讨厌，所以就赶快走了。他这个教会里面，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同心呢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教会，大概差不多40个人做礼拜，有32个圣歌队？我们唱圣歌队不是坐在那边的，我们唱圣歌队是来，我们唱圣歌队就这样手一比啊，全部都站起来。各位大概还有这个印象，全部都站起来上圣歌队。我们还40周年，还跑去三重埔商会唱信心希望听堂诶。你说你唱了够好，迄阵太酷，这个广告诶，好敲鼓，信心希望听堂，咚咚咚咚咚，你咧教会台安尼唱啊，真好听，30几个去呢，你唔知讲咱的会友嘛，才40个呢。咱的会友信我就用30几个，才40个会友呢。那种感觉，每一天呐，没有人知道我在考司法官。他们说最难考试的是司法官，没人知啊。因为我去土地上在上班，暗时去访问会友，回到家念书拢会读到半暝2、3点，嘛没人知我慢慢讲啊。拜六就规日拜，礼拜日规日拢在中央教会，没人知我考试有人跟我讲，我讲我要去司法官训练所训练，要去司法官训练说你有考试哦？对呀，我考上司法官。你什么时候念书？我念书为什么告诉你？我就半年念书啊。我要到底黑名刀啊！你点点我你半暝拢在读册，不多啊！我只剩下半年有时间念书啊。感谢上帝，那时候身体还算不错，所以还有我太太来陪我。有太太陪我的话，我都不睡觉没关系。我考上了，而且成绩也算不错。
所以那时候是都造成机拍的，从台北士林山上拍过来，刚好我的运气也算好，都排在台北，所以我没有经过候补，我就直接到马祖去当厅长。我民国73年就当厅，我民国75年就当厅长了嘞，好早啊！但相对的，一路这样走过来，神的处处的恩典都在我的身上，我真的有感受到那个恩典。连司法院的院长跟以前的秘书长范冠群8年秘书长，孙院长赖浩敏当8年，他们2个娶同样的姐妹，他们是我的亲戚耶，很亲的亲戚耶。他的弟弟就娶我的表姐，我大姑因第2查某囝，可是我从来不讲，他们就看我的表现一直生我。等到我90周年监察院庆的时候，他们来，我要发表论文，我才跟他们讲我是谁的表弟。你也不该这个讲嘞，我跟大家讲是要创立一个做秘书长，没有不必要吧？就是因为你是我的亲戚，就是我就故意不讲。所以我们人人皆祭司，我们教育要得到复兴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说你们是祭司的角色。你不要是觉得说啊，我只会听到，以后我们明年的每一个小组，每年每一个小组，咱设定咱的目标啊。咱有多少人，咱要甲取来教会。我很希望在明年我们有50个人受洗。你说觉得达不到吗？我觉得达得到。我在大观教会第1年就100个受洗了，但是我不否认那时候很年轻，现在已经老了，现在只要靠各位。我相信上帝有约书亚，但相信上帝也有摩西。我们大概可以做摩西的角色。我们都看到有一个影片。如果各位有空的话，我时间的关系，我没办法讲很多。那叫做《密阳》，韩国的影片女主角得到世界上第1次得到世界的大奖，女主角叫做李深爱。其实这个影片在讲什么？在讲人家的恩典。李深爱的先生死掉，他就带着他的唯一的小孩回到密阳。密阳是一个地方，是韩国的一个地方，他在那边生活。他跟那小孩子相依为命，结果那个小孩子被绑架。被撕票，虽然抓到凶手，上帝，你抛弃我了，我的先生，我的儿子都这样死掉了，上帝你在哪里呀？他们每天非常的气上帝，每天充满着愤怒。有一天他走过去，突然看到一间教会在唱诗歌，他走了进去，听到那个诗歌，泪流满面，圣灵感动到他。对，这是我应该追寻的，所以他就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参加教会的礼拜。他每次唱诗歌都好高兴，他唱诗歌就会忘掉他的先生，忘掉他的小孩子的痛。有一天他读到主祷文，主祷文有一句话：赦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债。下面我来勾亲人，我来下面勾我的人。赦免我们的债，他就跟他的小组的组员讲说：我要去监狱看他，我要赦免他，我要饶恕他，我会饶恕那个凶手。然后他觉得说，一定很多人赞美我，我可以好好的来做见证，因为我要去赦免我的凶手。结果他就到监狱，没想到那个监狱那个犯人跟他讲说：啊，你来了，我好感谢，因为我也信主了，我们在主内都是兄弟姐妹。你觉得他高兴吗？没有上帝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是我要赦免他的，上帝你怎么先赦免他呢？很生气耶！上帝，你抛弃我，是我要赦免他。他本来想象一个场面，说他如果去啊，他说我要赦免他，那个人一定痛哭流涕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那我可以回来做见证啊，这多美好的事情！没有呢，他到监狱里面，结果那个人跟他讲说：“你来看我很高兴，我每天都替你祷告，我被关应该的，我在赎我的罪，上帝将赦免我的罪。”为什么上帝赦免你的罪？不是我赦免你的罪，是我要原谅你呢。怎么不是我原谅你？所以他开始发疯了，他开始有割腕啦，他开始去做那个挑剔去引诱那个牧师干淫，挑剔去毁誉破坏，做他关入神经病院。密阳这个电影有时间各位请看，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讲的很多，但是相对的我要告诉各位，我们的恩典不是人家的恩典。潘诺华牧师讲，我们恩典是什么？是众家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圣诞节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是主耶稣为我们受死，那是一个重价。
我们恩典不是白白得来的恩典，但是你要珍惜。我相信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有付出，才会知道那是真的恩典。没有付出得到的享受不是恩典，那叫做溺爱。溺爱的小孩不会长大。我们从小都这样挣扎过来的人，真的会长大。这个礼拜五，我有个机会跟侯友宜，因为我去新北地巡，我跟侯友宜在那边聊了很久，因为能不能破猪狼，其实破猪小时候的那个生活前景非常的不好。虽然我们两个不同党，其实我也没有党了哈，就跟他聊，反正我们两个看到我本来还有一个行程，就跟他讲，他赶快把他排开，我们两个越聊越高兴。我说不行了，我要视察还有时间，聊得好高兴，聊的都什么？都小时候的最悲苦的事情，小时候这拍代志，这做给代志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讲，以后你们侯市长对你不好，跟我讲，一细汉都做给的，你来跟我讲，我就跟他讲，他都做给。我们小时候都很穷啊。所以在密阳，我们是这个恩典里面要告诉我们，同样的，我们说什么？原谅跟饶恕，这个本身本来是可以在我们用权力，用什么？就在受伤之中，在你的信任之中，你会得到权利。但是相对的，这是不负责任的话。如果没有公义的存在，整个的饶恕并不见得是真的。所以为什么要成立公义树？因为我们在公义之中得到饶恕，而不是我们个人的。我今天要告诉你，你会得到饶恕。可是如果你心里没有靠主耶稣啊，是靠你自己耶，你可能会得到那个，假如说我上帝已经饶恕我了，怎么可以上帝饶恕你？是我才能够饶恕你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四法冠与西安悲哀的人是代替灰尘的，喜乐油代替悲哀。赞美一代替忧伤的灵，为什么？是从主耶稣过来的得来的公义树，才是真正的饶恕。最后我再讲，基督教不是一个混淆黑白的宗教，基督教的公义是基督教一个核心的价值。没有公义就没有怜悯，没有怜悯就没有恩典。我的恩典不是人家的恩典，反正我来信耶稣就是得到恩典。我们要有公义的付出，我们在公义之中付出的代价才是真正的喜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我们时间非常的赶，但是我们相信，我们迎接你的宣告，你的降临，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迎接你。但是我们是付出的喜乐，我们是有代价的喜乐，我们是有牺牲的喜乐。我们在喜乐之中得到主你的劝勉，我们在喜乐之中看到你公义的冠冕在我们身上的实现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蔡长了，互咱的勉励，下面咱来回应上帝话，咱来吟圣诗第43首。圣诗第43首，世间众人拢着恬静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只是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请咱起立，一同来吟奉献诗歌。请坐。这是要来报告。咱迄个今年圣诞节感恩联合礼拜要伫12月26吼，下礼拜吼，也是早起10点开始。啊，咱礼拜迄届礼拜，咱会有迄个圣礼典，啊个周庆祥弟兄的洗礼吼，啊个迄个举行新任的长职，甲各团契会长的就任式。啊，咱迄个明年的2月27迄礼拜，咱要召开迄个咱的会员大会，啊，所以请各团契咱将咱的今年的组织会计报告甲活动的内容，啊，佮明年的迄个组织预算啊个计划吼，咱伫明年的1月16进行，咱会当提供互民理节。啊，本周的新干工的进度，咱家己来看吼。啊，佮来补充报告吼，咱今日咱佮一届欢迎咱的新的Nelson 吼，伊有特别咱拍破欢迎吼，伊有特别迄个张暗讲有做足侪迄个蛋糕吼，要迄个请大家兄弟姊妹来食，咱等下迄个爱餐的时阵，咱会当来三甲来享受吼，感谢伊的分享。另外咱嘛欢迎迄个吴永芳弟兄吼，咱搁一届欢迎吼。哦，搁来咱等下礼拜结束，咱有小组吼，啊，搁来有爱餐。啊，特别提醒咱迄个爱餐结束了后，咱有迄个圣诞节咱诗班要继续来练习吼，所以请咱有会当有愿意要参加迄个圣诞节的娱乐的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就爱餐了，咱留来练习吼。咱即时来吟上行，上行
圣诗第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上映结束，咱请林牧师为咱祝祷。愿恁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时时刻刻甲恁三甲地地，对即时起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默祷。我们继续我们的小组哈，请到那个楼上的，请到有2组要到楼上去。那么原则上我们还是一样，12点我们祷告吃饭。那如果你们还觉得还可以继续聊的，你们可以继续谈。比如说尼尔森今天来，你可以跟他聊聊看他那个足球队的事情。我们看到吴先生来，看到2个夫妻怎么去恩爱哈，可以呢。可以走了这么久，恩恩爱爱的啊。那我们看到玉玲，他可以对他做的事工哈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哈，都是非常的有意义哈。那我们可以互相去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分小组哈，那个东西不能给我们偷走哈，全给我们放回来。我们圣诞节还要再继续念啊，所以不要偷走哈。那其他的我们就准备好不好？其他的我们就准备好，那互相跟我们的新来的朋友就打招呼哈，互相跟我们新来的朋友打招呼，
他们说玉文，谢谢你帮我们插的花非常漂亮，我们都很感动。哎，我不管你听得到听不到，反正我们就是谢谢玉文。哎，来吧，大家开始聚会。哎，我们讨论题目是不是把它用出来？我看看，我们应该要讨论题目。哎，没有啊。啊，没有，他另外。哎，没有呢，无嘞，无迄个咱讨论题目，无特别下出来，无特别下出来，看嘛。哎，有了，分享题目来。咱若无讨论，咱有小组分享的主题，我们可以做这个分享的主题，或者说个人去做自己分享不限于这个主题，不限这个主题不限这个主题。我们今天时间很紧凑剩15分钟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比较紧凑，但是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用餐也可以一边聊。我们12点就开始用餐12点开始用餐。你们跟尼尔森在一起可以训练英文，好不好？
懂英文的人可以用英文来跟他讲，大家顺便训练我们的英文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的阿秋，赶快招呼一下，可以用英文，可以用英文没关系。This is Jesus Christ. Let's love and pray.
为什么特别这样去正大？因为正大就在跟那个，尤其是文山区两个学校，他们都比啊，文山区比啊，他们的资源真的，他们居然你看，居然就等于他，足球跟篮球不一样的，足球就很简单。来啊！歌手。
丹麦族群。
我们现在所有的动作暂停哈，我们的爱餐已经来了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爱餐的祷告。祷告完之后，你们一边用爱餐，你们一边去互相做联谊。我们现在暂停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，我们很感谢你，让我们在第3个代降节主日的时候，能够用宣告跟喜乐来跟你们、跟主耶稣一同度过。愿所有的喜乐归于天上的父神，我们靠主能够大大喜乐。感谢今天为我们预备所有美娘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主你的帮助，让我们在爱中连结，我们在爱中交谊，让我们在爱中将主你本身的荣耀彰显出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现在可以一边去拿我们的爱餐哈，然后你们讨论完之后，小组长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结束哈，可以。尼尔森有帮我们做一些蛋糕，尼尔森还有 cake， 哎，给我们就好了，给我们教会哈，我们真的是谢谢他，谢谢他，哎，蛋糕，谢谢蛋糕，哎，谢谢，哎。Welcome to our church next week, Nelson. 哎。